大家好，我係八姨婆啊！啱啱咧見到新聞咧有個突發嘅嚴重消息啊，就係九龍城咧發生咗一單好嚴重嘅車禍啦，就係啱啱啊嚇，今日6月28號嘅5:48啦，都未夠一個鐘頭之前，咁啊據報咧有一架小巴係紅 van 嚟㗎，咁啊見到有相啦，睇咗一架紅 van 啦，咁駛至到去亞皆老街147M 號。咁近呢，九龍城裁判法院咧，其實見到咧係撞咗埋去嗰個九龍城裁判法院對開嘅嗰個花槽嗰度，睇落係幾嚴重㗎。咁咧懷疑係失控啦，直鏟上去到行人路啊。咁而喺呢件意外之中咧，而家暫時最新嘅消息啦，去到6:00為止啦。初步估計係有20個人受傷，而亦都包括係3名人士重傷㗎。咁而小巴司機同埋1名乘客咧係懷疑被困啦。咁而且咧暫時已知嘅咧就係1名44歲嘅男途人，懷疑被撞到嚴重受傷，係重傷啦。咁昏迷咧由救護車急送到廣華醫院係搶救。咁其實見到嗰個相片咧係非常之嚴重啦，後邊其實爭少少係更加危險。如果鏟埋上去法院嘅樓梯上面，其實見到相片咧係仲有好多途人喺嗰度啊，係非常之危險啊！涉事嘅呢一架紅 van 咧，直鏟咗上去行人路，直冚到嗰個花槽嘅位置，花槽嗰個位係爛晒啦，而車頭個位都係爛晒個車頭。而好多全部嘅欄杆咧，圍住行人路嗰個欄杆位咧，已經係撞晒㗎啦，咁樣。而咧見到張相啦，呢個小巴司機咧就困住咗喺嗰個司機位裏邊，係出唔到嚟㗎。咁而見到幅相個司機啦，背脊嗰度啦，八姨婆見到咧，佢後邊個窗咧，右邊嗰隻窗已經係爛晒啦，個位已經係冇咗啦。然之後佢後邊咧，着住件白色嘅T-shirt 啦，係有啲血跡㗎，係睇嚟咧個傷勢咧亦都係唔輕啦，係夾住咗喺花槽同埋個司機位中間。相片亦都見到咧，係消防員咧係即係喺隔離咧諗緊方法咧係救出呢一個被困嘅司機嘅。咁見到司機咧都係好似受傷得幾嚴重啦。消防咧到場，咁而家警方咧就已經係調查緊嗰個原因㗎啦。而最新嘅消息係指差唔多20人係受傷啦，而3個嘅傷勢咧係比較嚴重㗎。咁其實啱啱我睇新聞咧都有報道啊，即係電視嘅新聞都有講啊，好多部救護車咧就接報趕到去現場啦，分流一啲傷者啦。3個之中咧有3個男女嘅，咁係包括咧1名老人家啦、老婦啦，同埋1名頭先講過嘅40幾歲嘅男途人，就被送往廣華醫院去搶救。咁其實見到嗰個車頭都凹陷晒，路牌咧都已經係撞開咗，同埋個路牌甚至都係斷開咗嘅，所以估計到當時事發嘅衝擊力係好大啦。車上嘅乘客都應該會好驚啦。咁而因為調查緊嗰個原因啦，咁所以而家啦留意翻交通㗎啦。如果係揸緊車嘅朋友啦，事故期間亞皆老街往九龍城方向同埋近九龍城法院嘅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交通呢繁忙㗎。其實八姨婆成日都會睇好多唔同嘅交通消息嘅新聞啦，因為會睇好多新聞啊嘛，就係一路睇咁樣，跟住見到其實今次嘅意外咧都有啲嚇親嘅，因為係成架車咧係衝咗上去法院嗰個門口，係上埋樓梯噶啦，然之後係望到法院門口都有幾多人。
其實個時分係5點幾啊，5點半啊，5點8度，係一個放工嘅時間啦。即係其實喺門口或者行緊落嚟放工嘅人士啦，office 嘅人啦，其實都非常之危險啦。除咗車上面嘅乘客啊、司機啊，所有人都好危險之餘，其實路面上嘅行人同埋法院嘅員工啦，出緊嚟好似放緊工嘅時候呢，都幾危險。我見到都好多途人喺側邊法院門口望住，同埋係相裏邊呢，甚至乎係驚嚇親㗎。咁希望咧呢一單即係我睇相啦，同埋睇新聞片段呢，就非常之嚴重啦，覺得希望係冇人會係過身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呢，而家係有20人係受傷送院，而3人係較為嚴重嘅。好啦，好，咁如果呢單案件啦，同埋呢一個嘅交通新聞啦，即係紅 van 鏟上去法院門口行人路嘅消息呢，後續有咩新嘅跟進，同埋警方有咩調查，究竟係咩嘢事啦？係架車啊，定係個司機啊，定還是其他路面狀況呢？咁我哋會繼續為大家跟進嘅咁樣。好，如果大家呢想知道呢啲情況嘅最新消息啦，同埋事件新聞嘅分析同埋發展呢，可以訂閱八姨婆嘅頻道，我會為你哋緊貼唔同嘅社會新聞同埋熱話。我哋下條片再見，記住訂閱八姨婆，拜拜。